上海街快富街建材段，市傳成交13萬，未註冊，就講緊係上海街632號左手邊呢間鋪頭創建嘅建材公司啦。門闊大概12尺到，深大概35尺到，實用大概400，建築600尺咁啦。向翻嗰邊嘅時候就講緊係嘅佐敦啦，油麻地方向啦。後面佐敦，呢邊油麻地。sorry， 呢邊係太子應該係，呢邊係太子方向啦，荔枝角道方向啦。轉翻過嚟嘅時候咧，呢度全部都係建材段啦。咁啊都係講緊呢啲雲石啊、賣燈啊、地板啊。咁呢一間嘅鋪頭就係市傳成交13萬，上海街632號。租金咧市傳大概6萬蚊，回報5.5厘，好高啊！樓齡62年嘅，原本業主07年都係呢個嘅13萬買入嚟，持貨18年，叫做平手離場啦。咁啊，感覺啦，如果13萬呢度超過5厘回報啊，咁呢個係梗係抵啦。呢個有翻咁上下人流，建材段有，日後做成又好，始終核心段呢個感覺呢個都一個如果真係13萬成交，都一個叫做6點5分位嚟嘅，6點5分係唔差嘅。我係成本新報 ，James 同埋你嘅，記得喺香港買鋪租鋪品咯，同埋 PayCool。Visa 信用卡去綁襯落嚟嘅租客就醒你400蚊啦，多謝你先喺皇后大道西嘅遠基雲街，拜拜。